BOSS 一，平平无奇的精英怪会出现小怪连线一个人，这个人要把小怪拉到场边打死，因为会有大范围攻击。BOSS 二，场边会出现忍者，释放先地板攻击，同时点名攻击不要重叠就好了。BOSS 三 ，BOSS 变得无法选中，出现一只小老虎来收集地上的金币，我们要去抢金币能拿多少拿多少，被老虎撞到会打断。还会有第二波捡金币，同时场边会出现龙头干扰，把龙头打掉，同时捡金币。独条朱鹭蝶出现蝴蝶，释放连续范围攻击。没了。